個係大亞灣臨近深圳賣得最平嘅樓盤，仲係8萬級嘅大盤。到深圳4公里，樓下有坪山河景，商業都好旺，仲有埋學校。而家單價7000零蚊，首期2萬就可以買到啦，仲係精裝交樓。跟住鏡頭一齊去睇樓。99方有一個入戶花園嘅設計，而且仲可以送一半面積喎。哇，貓貓都有自己嘅別墅區啊！愛寵人士自愛區域啦。咁如果你唔中意養寵物，你又可以當嗰個茶室，當自己嘅休閒空間。嚟到廚房嘅空間，深 U 型嘅設計，交樓會做好，所見所得。3件套係方太品牌，呢邊仲可以擺多個雙開門嘅雪櫃位。出嚟餐廳可以擺4人、6人嘅餐台都冇問題，方台、圓台或者可以擺個吧台，仲可以飲翻2杯。嚟到客廳嘅位置有4.1米，平時可以約幾個朋友親戚過嚟喺度飲下茶、傾下偈、嘆杯咖啡都好唔錯。出嚟露台同客廳一樣闊，有4.1米，望出去咧係好靚嘅別墅景。咁下低咧會有高鐵經過，所以發展商係做咗風窗。咁如果介意呢個聲嘅朋友咧，就唔啱呢套單位啦，都可以選擇睇翻原景嘅單位，或者係揀翻其他嘅盤。嚟到第一個廁所嘅位置，3段式嘅設計，仲做到咗乾濕分離。咁全部衛浴品牌都係 TOTO。嚟到第一間房有7.5個方，咁而家做咗個兒童房，都係好溫馨、好舒適。嚟到第二間房有10個方，呢度嘅窗台細咗少少，但係佢呢個空間都夠用，可以擺個1.5米嘅床、1.8米嘅床都可以擺得落，冇問題。嚟到主人房啦，呢邊係套廁嘅設計，咁乾濕分離區咧係做咗半圓嘅設計啦，加埋睡房區咧有15個方下，所以呢邊可以擺個1.8米嘅床都冇問題嘅。咁如果覺得呢個戶型唔夠大，都可以選擇望遠景140方嘅單位，單價都係7000零蚊可以買到，2萬蚊嘅首期，3000零蚊嘅月供，完全冇問題。咁如果想嚟到現場睇睇，記得聯絡蓉蓉，蓉蓉可以協助你劈靚價，攞更多嘅優惠福利。關注蓉蓉，買樓更輕鬆，下期見，拜拜。